就是2节。好，咱伫即个平安，咱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来唱圣诗34首，天父上帝至大仁爱。第1节甲第2节。第1节，天父上帝至大仁爱，你的话是永远无变，可笑将我这饭菜，你大慈悲细细狠狠。第2节。天地万物是创造，天涯一道宽远无比，地位信息无人无从，万所都会习惯你。是的，上帝是创造山地、创造万物的上帝。咱过来唱圣诗第616首，我踮伫主的疼头。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是的，咱的主伊的目睭绝对袂雾。咱虽然前路看袂清，毋过主会带咱往头前来行。咱搁来唱圣诗242首。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。咱用祈祷的心来唱这条诗歌，第1节甲第2节。
祈祷，主耶稣啊，恳求你的圣神即时甲阮同在。主啊，求你伫即个圣殿来彰显你的荣美，因为阮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是对耶和华的圣山来，是对耶和华来。我的目睭要来额头来望山主啊，你是我的帮站。虽然我有病痛，虽然我有艰苦，虽然我有拄着侪侪代志烦恼，但是主，你的目睭袂雾，你看清所有头前的路障。感谢主传领阮以马内利的神啊！求你即时甲阮同在，保守阮的敬拜保守阮要来学努力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平安，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。
我的心神啊，着真正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愿望对伊来，只有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光荣在伫上帝，伊是我的大石盘，我的避难所。请大家来金枝学罗上帝信息第34首，咱着对主唱歌，请大家来起立来认全首。请坐。叫阮同心压头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、全能力的主宰、大权能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搁一摆组织阮向你敬拜。阮献上阿乐甲感谢，因为阮伫地面上所有的一切，拢是对主白白领受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福分。阮要一世人拢跟对主，照主的教示去行。求信神即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了解你的启示，享受你的慈爱。主啊，感谢你带领保守阮即礼拜会当平安度过。虽然阮受拣选受洗礼，归入主的家庭，成做主的囝儿。虽然阮信，毋过阮无够坚定，无好的所行，也无够赢的听信，反倒时常陷落罪恶的引诱。主啊，阮要向你来认罪悔改，透过主耶稣的保护，求你赦免阮一切罪过，清洁阮的心灵，叫阮脱离黑暗，要互阮重新会当行主你要爱阮所行的道路，帮助阮过圣洁的生活。现在全世界受到战争、政治、经济、科技的影响，渐渐进入一个新的冷战时代。伫土耳其嘛发生的大地震，侪的人丧失因的性命、家庭、财产。伫台湾，阮犹原面对战争的威胁的阴影，无人知影明仔载会发生啥物代志。不过，阮知是主你伫掌权，求你坚固阮的信心，持守正道，保持警醒，
等待主过来的日子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今年伫台湾疫情会当得到控制，百姓会当正常的生活，还是做工。伫公园教会，阮嘛会当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来恢复举办济事工活动，互兄弟姊妹伫主内面相结连，带搁较侪的人来认捌上帝，嘛互阮学习要安怎听别人。伫教界嘛有开侪信徒训练课程，互阮有当学习成长的机会。阮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。阮中间的兄弟姊妹身体欠安、心内忧伤，也是拄着困难的，求主怜悯医治，互因脱离主的，互因充满主的安慰，对主领受教义的信心甲气力，为因开路，脱离忧伤的困境。毋望今日的礼拜有你来带领，我会当通过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。愿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请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第10篇，也就是诗篇27篇。我来客兄弟来念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噬我，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甲我囥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救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去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启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互我交互伊。我亲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。一声，着信靠上主。请三个来吟诗，信诗616首。我踮伫主的厅堂，请大家坐人转首。
请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。今日的圣经伫诗篇第46篇第1节到第7节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气力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到海中，海水也因哗哗吼，山因为海涨摇带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，就是至高上帝徛起神的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天复光，上帝就帮衬伊；日邦哗哗吼，列国动摇，上帝出声，地就消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阮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。只是要请圣歌队来学罗上帝，要用的诗歌是：我的牧者是爱的王。
只是要请黄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倒落是安住的所在。姊妹平安。伫2000年的时阵，台湾九级大地震，然后玻璃、当时拢真大的一个灾区。玻璃是原来真水的旅游的所在。伫阮较少年的时阵，就常常你要到玻璃以及遐周围风景区伫遐旅游。但是地震了后有几年的时间，玻璃呢差不多青山绿水不在。然后呢，要离到迄个所在，你要看这山顶，拢安尼草啦、崩山啦，拢真厉害，所以真正无到迄个所在。地震第二天的时阵，阮离到东势，沿路你就看迄个所在就战场安尼吼，走山，然后厝拢倒安尼倒了安尼，有诶倒，有诶骨头流陷落来安尼吼。遐个百姓呢，就一脸茫然。安尼真大惊吓，毋知前途要怎样。有几年时间，若入去到玻璃，还是即个沿路的所在，拢有遮个百姓起来到游览车去卖物件，我讲吼帮助阮的灾区吼，恢复经济安尼吼。真大地震了后，因可能爱几年的时间，对迄个心理的阴影，还是对迄个经济方面慢慢恢复。我记过去呢，美国是大家真爱去的所在。若要移民，台湾人嘛真爱去，移民到美国，迄个所在是充满机会、真安全、真美好的一个世界。但是伫2001年911即个恐怖攻击，所以纽约迄个世贸双子星大楼安尼规人崩落来。哇！即个影像呢，透过即个网络传到全世界，所以迄个情景很震撼。这种代志哪会发生伫美国呢？安尼，然后就有人咧讲对打了后，美国无阁安全啊。2001年共迄个年，伫咱台北东区，讲到东区，台湾非常繁华真发展的一个所在，商业区。但是2001年，这个纳莉台风强降雨，哇，整个台北拢叫水淹，然后水呢淹到迄个捷运系统内面，规拢淹起来安尼吼。所以呢，阮迄阵住去台北，你若出去到外口的时阵，规个沿路、规个路边拢安尼对迄个地下室啦，对厝内淹水清出来物件安尼，非常安尼，那像战乱灾区共款安尼吼，迄个台北迄个情形。所以这个捷运差不多有2-3个月，拢伫遐恢复。无捷运了后，整个迄个交通安尼黑暗期安尼，交通大乱安尼吼。所以认为是上界繁华的所在，一个雨，一个风台，规拢变款。5年前，我甲咱新竹中会少年部去到土耳其旅游，这也是非常水的一个所在。非常水的一个国家，伫遐又是一个真有历史的一个地区吼。那所以呢，去到遐时阵都有真个机会。然后卫福所安尼去到非常的繁华，然后去真壮观吼，拢用迄个大轿落去安尼，非常水的所在。有几个所在拢甲保罗的宣教行程有关系，所以去到迄个所在，你通看真侪遮个物件。但伫历史的中间呢，你去看的时阵，现在过去伫罗马帝国早近2000年前所起的遮真大一个城市吼，规拢即摆变看去，断垣残壁。然后呢，遮个旅游的介绍就来讲，即个大的城市呢，就是因为经过迄个大地震，规拢崩去安尼吼。去的时阵可能拢存咧壁，石头拢伫个路边的所在。一个老底家，圣经有讲的，哇，嘛是足水的所在，真铺路的一个所在的城市吼，嘛是地震崩去安尼。后来呢，伊佫重起，佫将这个城市佫重建，重建了，无偌久了，佫大地震佫崩一遍，哇！所以老底个规拢安尼废除去安尼。
所以有真侪这个大的城市，伫土耳其迄个所在，拢是一个大地动。所以咱来看这个历史，就感觉讲啊，足久的代志啊，看这解说足久的代志啊，1,000年前啊。不过呢，最近伫土耳其发生的代志，互咱会当感受讲，地动真正是大地动。搁较繁荣、搁较富庶的所在，搁较发展的所在，天灾一个变，啊，就会变化。伫暗时，当人咧困的时阵，啊，大地动，丧失几啊万人，现在还无法度真正确来统计。最近看到的消息，差不多已经5万人知影，但是有足侪人还阁沉伫内底，毋知。这是一个人命的中间，真大的破坏，然后真侪人丧失伊的性命。可能每一个人平常咧过伊的生活。享受伊的生活，啊，照常安尼活动，照常安尼出入，啊，然后静谧的中间，可能伫你困眠的时阵，啊，变化就真大。所以若照这个经验，啊，佫有一寡次生的灾难，意思就是讲，你即马地动了后，啊，这物资、这工程的中建、生活的安定、啊，工作、经济，啊，拢是后来爱去处理的，可能真大、真久长的时间去中建。伫过去的3年，这 COVID-19 啊，这对中国迄个武汉啊，拖到全世界，哇，全世界的经济啊，封控起来，啊，这拢咱知影，无阁讲真多。但是这段期间呢，有一个国家，因讲，阮是上界安全的国家，啊，阮是安尼，这疫情控制上好的国家，啊，然后伫这3年中间呢，啊，因为因较稳定，所以会当对全世界趁真侪钱。安尼吼，所以其他的国家拢差不多封控，啊，所以只有个国家发展得敢若袂歹，啊，所以咧控制了袂歹，啊，所以呢，哇，因咧趁真侪钱吼，经济发展真好，这个中国啊。但是呢，当这全世界慢慢行出这个疫情，而且应用，经济慢慢恢复，啊，迄个经济重新启动动能的时阵，中国啊做这个核酸检测。啊，将这全国百姓总啊控制起来，无自由安尼。然后因为核酸检测伫过去3年中间，对全世界所赚的钱拢开了。然后疫情突然间佫开放，伫中国因称作是上界安全的国家啊，毋知估计差不多死失成100万人。经济过了后，解除这个控制，这个中国是世界工厂，所以因认为讲安尼会当去启动迄个经济，甲世界共款同步发展，然后世界因为中国啊会当个真大的一个经济佫开始恢复。但是呢，最近看到这个消息，疫情过去了后，中国为经济产生真大变化。这个外资拢对中国撤资，啊，因的供应链的订单啊，拢刷去到东南亚，所以呢，对差不多旧年的开始咯，这个称作世界工厂的订单全缩起来，全无去安尼吼。所以呢，无过去遐济外销的物件，所以现在这个空的货柜啦，这个货柜车啦，吼，伫港口安尼蹲甲满满安尼吼。啊，所以真侪人失业，啊，工厂关起来，所以这个头家啊，甲这个员工一片哀嚎。因认为讲过去是上界安全、上界安稳的所在，但现在真大的变化。过去上界发展的一个经济第二个经济体，到伫现今大量失业啊，然后因的烦恼，甚至过去40年来经济发展所得到的这个财富。伫一夕之间，国家返回贫穷，这互咱感受一个变化，实在是非常的大。所以因内底有咧呼吁讲：你今日若是还佫有工作，你若还佫有收入，你千万要好好保守，啊，毋通随便换工作，因为你若离开你的工作，可能就找无头路啊，安尼。啊，这是咱无法度想象的
对因家己讲，伫阮过去几十年的中间，嘛捌看到这种代志啊，嘛捌发生这种代志啊。过去若到一个时阵，安尼工若是请甲无人安尼吼，你要找头路是找无工人啊。但现在是工人找无头路，公司的老板找无订单，这是现在中国的情形，甚至有将来有啥变化毋知，但是现在是陷入真大经济真大问题。伫咱台湾的所在，这个情形敢若也无真大感受，但是最近也看到真侪这科技公司，特别是国外大量咧裁员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这变化嘛真大。过去可能你也会当伫国外这种科技公司上班，这嘛是真好一个头路啊。但是现在变化来的时阵，你可能就1秒中间10分钟，你就失去你的工作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嘛是讲咱着好好珍惜把握咱现今所有的有一个感恩的心。差不多到咱即种年纪，到阮即种年纪，对过去时阵，感觉真安稳，对咱有对未来有一个预期，一个工作。然后现在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，大概你毋知影明仔载会怎么种情形。科技的变化非常的大，所以有时我也感觉对些少年人较担心吼，可能慢慢较惊伫职业生涯会较袂所在，但是对少年人来讲，因未来还有真久的时间，变化遐尼大，是毋是有法度去适应、抵会着即种变化，毋知影。所以当阮到几位兄弟姊妹咧讨论的时阵，嘛是感觉讲都毋免烦恼明仔载，迄个明仔载毋知怎样情形，毋知吼。真侪代志，即个变化毋是伫咱料想会到，甚至呢。可能你想会到，都会真大变化，但是要哪变化，大家都毋知。变化来的时阵，咱嘛无迄种能力会当去掌握这种变化。所以，只有来到上帝面前，毋通为着明仔载来烦恼，把握现今你所有的挑战真大。伫早几年前，花莲安尼有。双主阵吼，拢5级的地动安尼吼，双主阵。然后呢，安尼连续几工40-50遍迄种余震吼，安尼。所以这花莲的朋友讲吼，我最近有去过地动安尼，摇到安尼头昏目暗安尼。规工咱像咧就摇呐共款，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。无地动嘛咧摇的感觉安尼吼。所以讲一下，伊讲花莲吼真水，好山好水。但是，你若是无惯势地动的人，花莲毋是你的安居之所，逐工咧摇。毋是咱的安居之所，但是对着咱今日现在生活的时阵，可能咱问一项，花莲若毋是咱的安居之所，已经遐水啊，因为地动的关系，但是倒位是安居之所呢？你感觉上较安全的、上较铺路、上较顺利的所在，1秒中间可有真大一个改变。这个改变拢毋是伫你的料想的下面。可能你嘛无法度想象乌克兰的战争发生，所以世界各国嘛无相信乌克兰会发生战争。有可能战争哦，嘛无相信，买啦吼安尼，但是伊就发生。你可能无法度想象，乌克兰发生甲咱台湾有啥物关系？但是伊就将伊做一个密切的关联。乌克兰就是明仔载的台湾，安尼吼。那像即种的战争嘛，随时可能发生伫咱中间。所以你若是看电视，你若是看这媒体，你都无看袂煞。但你若拍过去，逐工你就看，台湾是明日的，是以前的乌克兰。乌克兰是就是咱未来的台湾，迄个感觉战争一命就留伫咱中间，所以有全世界拢咧欣赏咱台湾的科技咱的供应链、咱的电子的发展咱的富国神山。但是咱活伫这个所在人，可能逐工咧烦恼，世界各国嘛替咱烦恼。有伫甲国外的朋友吼咧敲电话时，伊嘛讲你台湾怎样？我最近发生什么代志无？我讲无啊，敢若无啥物代志。怎么我是替恁足紧张的迄个感觉，全世界拢替咱紧张，逐工拢发生战争。但是咱就感觉讲，都惯势啊，几十年拢安尼啊。
但是最近你会慢慢感受，即种战争敢若是有哪笼罩伫咱台湾的所在，全世界摕来紧张，全世界拢咧保护台湾的感觉。如果若较惊的人，或者伊来讲，咱来赶紧来移民去到倒位，移民去到美国，移民去到其他国家。但是现在全世界，咱想看觅，倒位是咱安居的所在呢？中国有一位基督徒，伊一个牧师，伊真够写诗歌。这个牧师呢，伊参加迄个对日的抗战，然后伫迄个真大安尼灾难、战乱的即个期间，后来就写一首诗歌，世上无有一个所在是安居的所在，到处拢是互人惊吓、灰心、艰苦。世界无一位所在是安居的所在，咱只有仰望救主，忍耐到底。世界无一位安居的所在，只有仰望救主耶稣，度过咱的人生。只有经过真大这个动乱、苦难的时阵，才会当知影，其实世界的事无定着。世界的事随时拢有真大一个变化，所以今仔日毋知面对即个世界真大的动乱的时阵，当你若看见乌克兰战争的时阵，你敢毋想讲有一天有可能亲像香港，然后真大的变化发生伫咱台湾的所在，啥疗伤会到呢？咱可能无法度想象，有一天土耳其地震。9月是毋是会重新发生伫咱中间？最近台北3级地震，然后这是阳明山，听讲是阳明山迄个所在，遐个火山潜在，大家都真惊遐，是毋是个火山开始咧震动？哇，那一个爆发的时阵，整个台北这个盆地，是毋是受到真大的灾难？开始惊吼。所以安稳真久，但是呢，一个小块一个混乱开始时阵，可能互咱失去这种平安。因为姊妹，咱无法度控制定得，所以到处拢互咱惊吓、灰心、艰苦。倒位是咱安居的所在？今日所读的圣经内面，就讲一项，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对海中，山到海中，海水野涌哗好。我去到其他的，去到当时的所在，沿路你就看开走山，然后这支山走到迄边山去，安尼有大地动，大水哗好，可能有311，才整个这海啸，然后就发生起来。所以这是天然大的一个变化。然后圣经内面佫讲，列邦哗好，列国动摇。如果你来看这战争的时阵，你来看见两战就佫开始，两个大的国家伫中间佫咧对抗的时阵，咱伫内面加一个小棋子安尼摇来摇去。世界真大的变动，失去平安，乌克兰战争发生。列邦哗好，列国动摇。当然像咱今日所徛起的所在，面对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圣经内面就是大笔伊安怎写？因为大笔伊的生活嘛无真顺利，伊嘛常常伫迄个真危急的中间，感觉真无有安全，则无无助，因为国家因为君王咧追杀伊。伫这个情形中间的时阵，伊安尼写即句诗篇：地大变动，列邦哗好，列国动摇。但是安尼写，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城欢喜，就是至愿上帝徛起的所在。上帝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伫外在环境真大变化的时阵，但是有一个袂变化的城，
有一个袂变化的城堡，就是上帝遐。天不光，上帝就帮助伊，这是上界安慰的所在。伫个所在讲，上帝万军的统帅，甲咱逐三甲同在。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拄则咱听一个祈祷，非常的感动。伊讲上帝伫整个变动中间，伊是掌管的上帝。咱到这个信心讲，伊是掌管的上帝，咱徛去伫伊的城内面。这有一个是安居的所在，有一个城堡。咱徛去的所在，拢咧摇动。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，这个城是一个会当移动的城。凡咱伫倒位，这个城堡就伫这个所在。凡咱伫什么所在，伫咱周围伫遐摇动的时阵，但是咱有一个城，这个城就是上帝。所以伫咱真困难的时阵，倒转来到这个城，寻求保护，互咱重新得到快乐。所以大卫第4篇31篇嘛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我靠你；耶和华，我犹原我靠你。这个城有一条溪流过，伫环境泛滥、花好的时阵，伊讲伫这城内面，犹原真做咱的保护倚靠，而且有欢喜。有一个记载，阿拉伯的劳伦斯，这咱过去看这电影知影。伊讲阿拉伯劳伦斯呢，其实伫这个沙漠中间，伊家己有一座城。这个座城呢，看起来敢若无真壮观，因为伫这个沙漠中间所起造的城，袂介明显。但是这个城内面有更大量这个粮食，这个水来供应劳伦斯伊所带领的部队，所以伊出外咧战争，出外咧行动。若危险的时阵，伊就安尼倒转来到这个城，伫这个城内面得到保护，得到粮食。出去征战的时阵，非常野生，欠缺水源。然后，伊看要食物，伊就倒转来到这城内面，伫这城中间得到供应，得到重新快乐。有一个城堡是属于伊的城堡，是伫一段征战的中间，是伊所倚靠一个安稳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有一个城堡？当咱面对真大这患难，面对真大这变动的时阵，可能这种变动，互咱心内失去迄个安全感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你讲亲像圣经诗篇46篇所写，因为这个城，因为我伫这个城内面，这个城就是我的上帝。这个城伫我真大拄着患难的时阵，世界真大变动的时阵，永远是我安稳的所在。这个城就是当我每一遍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追求伊的面，倚靠伊的时阵，我会当得到一个安稳，一个真大一个平安。上帝是信息，伊是代表的保护，伊是代表避难的所在。平安毋是因为外在拢总无真大变化，平安是因为咱会当稳重伫一个稳捌的所在。这个稳捌的所在就是咱的上帝。就是圣经内面，咱伫启文内面，这个所在所读的，因为伊一座城，伊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伊是我的石盘。这拢毋是讲到，因为咱环境拢总非常安稳，经济拢非常好。外在拢无战争，拢无这个天灾，拢无这个地变，咱其实环境非常好，所以咱会当伫这个所在享受真大的平安。有时阵，咱的倚靠，就若像经济，有一个真个好工作，咱的倚靠，若像国家的领袖，伊会当做和谈，然后伊签即条平安的约，然后咱就得到平安，无搁战争。实际上的环境无安尼啊。但是变化真大的时阵，属伫你的城，属伫你迄个城堡伫什么所在？对着代表来讲，伊讲有一条河流出伫上帝城，
互这个城欢喜，伊是我的撇来数。有一个人回忆伫细汉的时阵的故事，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，是大家生活拢非常的困难。伊甲伊阿公住做伙，有一天呢，伊甲伊阿公一伫即个门口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咧衣裳真破烂，一个老人行来安尼，对伊阿公讲，恁遮敢有通食的？我已经2天无物件通食，我足需要一个物件，分我一条物件通食，敢好？哇！伊阿公呢，就互伊安尼对厝内摕一寡物件，安尼分伊互伊食饱。看伊安尼穿到真破烂，就一领衫互伊，然后佮请伊去楼内底，安尼洗浴，互伊安尼会当暂时伫厝内底安尼重新恢复气力，安尼。然后整个拢用好势了，伊就辞别离开。哇！伊就对即个囡仔就对阿公讲：“阿公咱就真善。我若要食一个物件，你就讲食较少，你毋捌食伤多吼，物件真少吼，安尼欠欠用，欠食。哇！即个人来甲咱无啥关系吼，甲咱也无熟悉。哇！你拢安尼请伊，互伊食饱，安尼转去安尼吼，安尼。咱要怎样？咱应该够善安尼吼。咱敢着安尼对待伊？即个讲对伊讲，伊讲，我要教你一项事。生命是关系。听，互人分享。生命毋是你得到偌济物件，乃是你互人偌济物件。土耳其这个灾难发生的时阵，咱台湾会当来表现出这个听。咱的救援队马上就出发去到迄个所在。我想救援队伫真大苦难中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救援，然后咱提供真侪物资。咱有真正的捐献去到迄个所在，我相信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一个帮助。到伫咱身躯边的人，当你看到伊的时阵，到伫咱身边咱教会的人，当你看到伊的时阵，你会关心到是毋是伊的工作顺利，是毋是伊的生活对着困难，是毋是这个生活内面。虽然毋是安尼真大环境的变化，但是个人本身安尼拄着真大整个生活变化。可能伫咧裁员中间，伊嘛是用裁着；可能伫伊生活中间有拄着什么种的事实，真大的患难。咱所看毋是整个国家的事，遮尔大一个格局的物件。可能所拄着那是个人本身所拄着的患难。姊妹，这个所在要讲一项就是。当咱活伫这个所在，咱要找一个安居的所在。但是只有上帝才是咱安居的所在。对伫咱来讲，上帝是咱安居徛起的所在。但是伫实际上来讲，当咱行出咱家己安全的城堡的时阵，那你敢会当真做一种的城堡，是别人会当对咱身上找到一个安全、帮助。补充欠缺的所在，所以这个所在，咱是讲到上帝是咱的城堡，但是咱有可能成做别人的城堡。所以伫遮讲，爱心、疼心做居所。有时我若看到咱兄弟姊妹安尼互相的关怀，安尼敲电话，我若敲电话去到较年长的，伊就讲啥物人嘛拢有敲电话互我，讨我关心。听了非常的感动。有时有就真大欠缺，啥物会当去帮助伊的无？伊就讲阮兄无啥物人，伊嘛安尼敲电话互我，伊讲要甲我斗3工3，伊嘛送啥物物件来。姊妹，这我感觉非常非常大一个感动。疼心做别人的居所，所以疼来表现出。咱会当真做别人伫患难中间找到平安、找到供应、找到安慰、一个帮助快乐的一个所在。所以伫这个患难中间，咱嘛要常常注意。我相信伫咱周围常常关怀，
进入国家土耳其发生这个事项的时阵，咱马上有救援去到迄个所在。同款，当咱兄弟姊妹中间有啥需要的时阵，尽咱的开力，会当帮助的是，希望伊会当对咱彼此的疼心中间，会当找到伊安居的所在。用疼来弥补人的欠缺，用疼互真大飘摇的心灵中间，找到心灵安居的所在。我相信疼也要伫咱即个时代中间真做咱彼此的开力。世界真大的变动，咱每一个拢伫即个世界变动的世界中间。咱所做的事，你有伫即个所在建立你对上帝的信心，这就代表所写的诗篇。海涌野悬，地摇动，日邦花好的时阵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互伊真做咱的开力。在这个中间，咱会当顾念彼此的需要，用听，真做咱彼此坚固徛起的所在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我拢含乐伫圣经内面所讲，无论是这个天灾、这个地变，无论是这个国度、海涌花好、日邦花好、地摇动，阮这就圣经内面所讲，常常失去阮心中的平安。变动的时阵，这是全地性。阮也失去一个安居的所在。倒位是阮安居的所在？当阮有时感觉平安、顺利、行通的时阵，患难就临到，超过阮会当有了。世界事毋是伫阮的掌握内面，世界局势毋是伫阮的掌握内面。当阮伫惊吓。当阮伫患难、心中无平安的时阵，上帝啊，甚至伫我实际生活中间，因为这变动有失落的时阵，上帝，阮恳求你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找求你的面，闪避伫上帝你城堡的内面，你是阮的避难所。你是阮闪避的所在，主伫患难中间，你是阮的保障。恳求你，互阮坚定阮的信心，就是你话所讲，着坚心信靠阮的上帝。伫阮所有做到的中间，我会当发挥疼心，彼此相疼，用疼心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做阮彼此的城堡。听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三个来回应的是信息242首。我的目睭要夜悬来黄山，请大家起立来跟转首。我
回应上帝的恩典，请实现的同工。请起立，因奉献的心。咱们先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生活伫这个世界，常常伫咧改变，无一位是会当，互咱长长安居的所在。咱唯一的愿望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未来甲上帝同在，上帝城袂动摇。感谢你的恩典，咱献就你所赏赐的财灵甲金钱，愿你接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请坐。刷下来报告本会消息。第一点，本会近期的新礼典有定伫3月5号拜日2场礼拜中举行，要受洗礼的兄弟请干事报名，安排洗礼课程。第二点，门徒培育组举办领袖高峰会密集课程，邀请全体兄弟参加，时间是3月4号到11号，2礼拜六的早起9点到下晡3点20，地点伫本会7楼。课程的内容请看周报。要参加的兄弟请干事报名，也是事工的团体报名，也是扫 QR code 伫线顶报名。报名费一人是1500块，教会全部补助，欢迎参加。第三点，门徒培育组有定伫4月举办人物现代台语圣经的课程，学习台语的白话语，练习用台语读圣经。教师是梁淑慧老师。第4点是公园学院，我请那个瑞林长老来说明。兄弟姊妹平安啊！我是团导组的瑞玲啊，真欢喜吼！咱公园学院哈经过疫情这么多年来哈，我们又可以开戏啊哈
最近基督教界有一个大消息哈，就是美国肯塔基州的亚伯斯大学哈，有一个教堂叫做肯塔基大学亚伯斯教堂哈，它一次涌进3000人哈进来认罪悔改祷告哈，就是圣灵的大工作啦哈这个。在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哈。那在这个大复兴下哈，有可能发生吗？在现代哈是有可能的哈。那公园学院哈，很感谢过去许多的长老哈，还有王牧师哈这样的这个来推动哈，那也很有成果哈。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复兴一起安怎发现呢？就是在亚伯斯教堂有一个肯塔基大学的毕业生哈，他毕业之后，他就每天为这个学校还有这个教会祷告。那神就在今年回应了他的祷告哈，所以一个人的祈祷是真有可能会发生奇迹的哈，神的圣灵就大大的感动了这个学校的学生跟老师哈，到了教堂来悔改认罪哈。那我们的公园学院哈，其实我们有很大的目标哈，就是希望说借由大家的带导哈，那这个学院让大家来更多的认识上帝哈。那借由这个学院也能希望邀请到慕道友哈，借由这样的讲座哈，也再来教会来得参加安尼。好，那我们今年的第1场哈讲座就是台湾特色茶初探哈。上帝赐给我们一位哈非常有恩赐的讲师哦，就是青海执事，伊是农委会茶改厂中级评查员哈，劳动部丙级的技术室哈，制茶技术室，还有东方美人茶的制茶的技术赛优胜，苗栗县自耕茶农哈，他的恩赐是上帝赐给他满满的哈，所以真的很感谢。那这一个班哈，我们这一场哈，我们报名就请跟我还有干事来报名，但是呢，可能如果超过10个人以上哈，我们会分成好几场。那因为我们有限制，等一下会请青海执事来补充一下哈，就是说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哈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我们会帮大家去分配场次，然后没有办法一定是在3月5号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刚好是同一个小组、同一个团契，好，那我们就是如果报名人数很踊跃的话，我们会再来分场次哈。好，以上，那我们请青海执事来报告。谢谢瑞林长老的说明哦。那个茶是这样，就是其实有很多科学证明，茶其实对个人的健康，还有对心理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在聚会或者是人与人的交通之间，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。那上帝的恩赐哈，台湾真的是生产了非常多的好茶，很多的茶都得到世界冠军。可是我们在台湾，其实很多人真的还是不认识茶，不知道怎么泡茶，不知道哪里有好茶。所以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台湾的茶的美好。那在这个介绍的过程也会有实际的品饮，所以就是会有时间人数的限制，因为有要真的要现场要泡茶，泡给10个人喝其实蛮忙的，所以就是会有一些限制在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我希望是能够透过这个介绍跟喝茶的过程然后真的让人可以体会到，就是这是真的是上帝满满的祝福跟恩典。那也可以用这样子学习到一些技巧，在往后跟不管是传福音，或者是人际交往，或者是自己的健康的方面，都可以有所帮助。好，以上。OK， 教界的消息第1点，新竹中会的妇女事工部举办世界公道日，
时间是3月3号礼拜五早起的9点半，地点伫新竹教会。今年全世界为台湾祈祷，欢迎姊妹参加，请伫2月20号进前妇女团契会长陈美珊长老报名。第2点，总会教育委员会举办书记甲主理学教材研习会，时间是3月4号礼拜六9点到12点20，地点伫新竹教会。第3点，北部大会同乡会议会3月6号礼拜一早起10点伫济南教会召开，请同工出席。第4点，新竹中会教育部近期要举办长职同工训练的课程，请长职同工参加。本会的同工报名费是教会专业的补助，请伫1楼服务岛报名。有2项，第1项是长职的角色、甲职责、甲牧者的多重关系的共同发师。这是伫3月18号礼拜六的早起9点到12点伫公园教会。讲员是胡宗明牧师，伊是男性的院长。第2项是教会同工的灵修操练，这是5月20号的礼拜六的早起9点到12点，嘛是伫公园教会。讲员是主圣的老师苏美珍老师。牧师的补充。3月18号，迄个新竹中会教育部举办这个长职的同工训练是伫咱教会，所以即边的主题甲咱长职都有真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咱受选做长职，可能咱对咱的职务毋知要做啥物货，所以咱职务到底要做啥物毋知，所以那个咱鼓励咱长职拢会来参加啦，无论是旧任、新任的拢会来参加这个课程，这是特别为着咱长职来所举办，而且佫伫咱教会，所以来参加的时阵，这参加的费用其实拢是咱教会补助然后佫领袖高峰会议，这有讲几遍这个课程你要看这个课程一个人1500安尼过去咱有参加这个领袖高峰会的人拢伫其他教会这个场所。这边领袖高峰会是伫咱家己的教会，一人1500块。过去参加的人拢会继续报名，因为迄课程实在是非常的好。但这边你若来参加这场，是拢教会来补助。我会记我最近去参加是伫迄个台北，走到台北去参加，然后哇几啊百人，其中有将近100个人是尼福路直销公司来参加。派员来参加，虽然毋是教会人，但是呢，这个机构非常侪人都来参加。伊讲有够值回票价安尼较千几箍，我若去参加这一场可能7、8千箍呢安尼所以因安尼规拢公司规个员工拢派来。所以现在办伫咱遮，你要参加实在是非常拍算啦安尼。毋免钱，佫互你便当佫有点心通食安尼。所以鼓励你遐个姊妹来报名咱期待走有40个以上啦安尼。佫有圣经课程咱这是4月才开始咱佫会较挖紧的详细。然后茶叶一期较10个人尔所以你若安尼看到你就要抢报名啦安尼一期10名。所以阮甲亲孩子是咧讨论，一期无够啦，可能参加人介济那所以你若大家问讲牧师你会啉咖啡袂会？但是我一直无法度明白，全家内面有单品咖啡为什么要70箍，美式咖啡要45箍尔安尼。好像什么不一样呢安尼。咱教会有真济，有人会晓泡咖啡，足好泡安尼。所以我就知影讲，为什么有人爱去开120箍去啉一杯咖啡，我这45箍心内个欢喜甲安尼。你若问讲茶呢？这7种的茶，咱名称拢知影，我都知影这茶，但是这有啥物特色无共款，我讲袂出来安尼。
啊，都茶啊，啊，等于茶味啊，咖啡有咖啡味啊，吼。但是即边真好的机会，你会当自己知影讲，每一种的茶叶有啥物特色啊？只要你怎么品茶每一个茶叶的滋味，这是咱生活中间常常拄到的吼。各种茶叶，个人你厝内底嘛真多，我常常厝内底嘛真侪茶叶，但是都毋知要安怎啉，吼安尼，要安怎泡嘛毋知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真好机会。我老亲来时讲，我第一报名吼，所以要到瑞林长老说要登记牧师一个第一期的就要报名吼安尼。啊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啦吼。也讲咱教会还佫有一个真够啉酒的安尼，安尼，啊后摆的机会要安排啉酒，啊，看啉酒都啉酒啊，那苦味啊吼，但是呢，真正够啉的人，伊得让品尝是不同的酒的味道，吼安尼，啊，所以后摆有机会呢，互咱一个啉酒变做一个非常有。很优雅品酒、品茶、品咖啡，吼安尼，哦，这拢是伫咱教会内面有真好这机会啦，吼啊，所以因为咱这个品茶这吼，除咱的姊妹以外，咱可以当配合咱的幸福小组，啊，邀请咱的慕道友来参加。但是这期就是特别是为着咱的兄姊妹来，特别你若是幸福小组的同工中心，啊，你当来参加，吼，优先来参加。啊，其他啊，咱若是即期无得报名着，吼，啊，咱会当第2期、第3期，吼，咱会当请来指示，啊，真好，在课程中间，咱把握机会来上这个课。来因祝福提献的信息400首，愿主人来甲你同在。今时线请毋无输足倒，请起立来吟。恁通平安去，愿爸囝圣神上帝祝福、保守、照顾你，对今日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，就倒。